是你的戀流，常在眼角中，笑語中滲透。香港暖流，歡迎收睇港台電視31同埋香港電台第5台電台電視同步直播嘅《香港暖流》，我係原子配拔絲，我係魏炳郎阿郎。郎哥，我哋高手過超咧，今日請到嘅高手咧，佢手字咧犀利咯。係啊，著名嘅書法家就係黃宗漢老師啊。究竟佢係點樣養生，而書法點樣改變到佢嘅生活嘅咧？我哋即刻進入呢一個環節啦。高手過超。今日我哋請到嘅高手過超嘅超人咧，就係書法家黃宗漢老師。黃老師你好，你好早晨啊！稱呼個黃老師咧，就因為黃老師咧係一位著名嘅書法家啦，亦都好多時咧就同唔同嘅朋友咧分享書法嘅樂趣，同埋書法應該點寫嘅咁樣。我知道黃老師咧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已經喺鄉下跟好多嘅名師叔儒咧就學寫字喎，係嘛？我就6歲。我嘅父親就教我寫字，咁啊10歲就入學校讀書1年級，10歲，因為我係鄉村啊嘛，喺好池讀書好窮啊，鄉村，咁啊讀到4年級，一路都係有寫字嘅，到4年級咧就投入咗寫書法，我嘅熱愛咧就係書法啦，赤讀、古文、三科，我好用功嚟學習嗰3種嘅。咁咧讀到5年級，夜晚讀夜學，我哋啲老師咧。平時啲老師都係鄉中學究，係即係熟讀4書5經嗰種學究，係。咁咧夜晚嘅咧就係叔儀老師，嗰啲更加啦，啲老師叔儒，哇，嗰啲仲勁喎。啊，嗰啲係學嗰1年嘅，讀夜學。咁啊6年級完成咗啦。我就1949年15歲輟學啦，屋企係唔係富有，我就嚟香港做工。做工有冇時間去繼續寫書法咧？當學徒，做學徒，做學徒，邊一行嘅學徒啊？邊一行嘅學徒啊？製衣。我一做學徒咧。喺一間工廠嗰度咧，一做就10年。中間有冇甩到寫書法？人哋咧就做廠長，我放工咧做掌廠。掌廠啊？掌廠。咁咧就跟住咧，每日工餘係讀書，學書法，學書法。即係咁多年，就算嚟到香港啦，要打工，你都冇放棄過書法喎。冇放棄。點解咁中意咧？我係愛好。因為我哋中國咧，中華嘅傳統嘅國粹，我係好中意。因為我受到家庭嘅影響啊。係要讀書寫字嘅。咁我就好愛好書法、古文，係讀嗰啲赤讀嘅寫生啦。係。咁我知道咧，就即係阿黃老師，你喺中期嘅時候咧，因為工作比較忙啲，所以咧就寫書法嘅時間係比較少啲。但係到你真正退休58歲到，至60歲到，慢慢先開始學啲書法。做生意嗰陣時咧。我就4港嘅戰頭，49年咧我就嚟香港，50年咧有個啟蒙老師，50年嚟到香港，
佢又打工，我又打工，時時都有來往嘅。嚇，後來呢，我就做生意，係就請佢嚟咗我度，係我就不斷咧，初期做生意咧好少嘅啫，嗯就不斷咧揸住問佢點樣學書法，嗯揸啲古文尺讀，嗯執經問道，好學嘅。係。咁你係咪去到退休之後，先至再次將所有時間擺翻喺書法嗰度咁咧？咧一路做生意咧，初期就好細，係越做就越係大好啦，啲啦，都唔係好大嘅啫。係咁啊冇時間啦。嗯咁啊後來呢個老師咧就離開咗我啦，嗯我就生養士壯，對呢個老師好尊師重喺道喎，嗯生養士壯，嗯我就學咗佢好多嘢啦。係嗯，咁咧生意一路做大咧就少啦，所以就冇乜點寫啦，冇乜點寫啦直到。退休先至再重拾返一路做到咧係80年代尾啊，將近嗯就係57、58歲。嗯後來咧退休啦，嗯咁啊一年後嗯諗下，咦得閒喎，我都仲係有時間啦，係都未過60歲。嗰陣時咧諗下，潛心嚇學書法、係嗯讀書，係嗯日日係義事，嗯日日好勤力，好勤力。應該13年寒窗無人問啊，係苦練13年。嗱，苦練13年咧，有啲咩成果？講咗好耐啊嘛。係啊，有圖有真相之餘咧，我哋今日仲要係有實物有真相嘅。究竟黃老師嘅書法有幾犀利咧？轉頭翻嚟咧，就會有佢嘅真跡俾你哋睇下。高手過招，翻嚟高手過招，我哋有黃宗漢書法家。嗱，事不宜遲啦，係我哋手上已經有呢一張作品，你幾多歲寫成嘅89， ？89歲，即係近呢2年嘅事。個難處咧就係呢一張作品咧係好長嘅，我哋睇下咧可以捲到點啦。 3840個字，係係嗰篇咧叫做精廣賢文，89歲寫嘅，但係都仲未捲到晒出嚟。未晒大家可以睇到咧，我哋鏡頭嘅幅畫面咧闊度咧已經差唔多用盡啦。但係呢一篇作品咧都仲未完嘅。內容講咩㗎？呢篇作品內容係講人生世道都要知道下嘅處世嘅經驗，處世經驗。係哦要人生世道要知道嘅，出嚟處世。唔係怪之要咁長咯。係啊真係人生經驗有咁多，點可以咁短寫晒佢咧？我諗要慢慢睇先得嘅。我哋收翻呢個先。係啊，嗱，黃老師啊黃老師，我知道咧就你話喺退休之後咧潛心去呢個即係學書法啦咁樣。我聽到有啲報道咧話你每日都試過用6至到8個鐘頭，就喺度學寫字、練寫字。一路咧就都係而家都仲係，都係堅持不懈嘅係寫字，每天都係。咁我13年一路苦練閂埋門，寒窗啊13年坐喺度寫字，每日都係。咁真係好樣難得。寫到2003年，點樣吸引到我呢？就更加要努力。2003年呢，我就寫一篇作品，寫封信，參加全國書畫大獎，全國書畫大獎。全國嘅。嗯
咁咧我就得到咩咧？得到金獎第一次出身，係得到全國第一次嗯金獎，就500人其中之一個。嗯咁咧同年都係2003年啦，我參加釣魚台國賓館啊，係側脊威號，即席揮毫。響國賓館上去。咁咧變咗對我嘅書法咧提晒士氣。我都似乎自己講啦，似乎我都開始都有啲成績喎，就更加努力啦。我想問下黃老師啊，你嗰陣時咧係曾經咧寫過封信咧俾當時嘅溫家寶總理啦。你寫過封信咧俾溫家寶總理，我哋睇下以下呢一張相啊。係啊，咁背後個古仔係點嘅？最拉尾好似可以坐埋同溫總理一齊研究書法喎，係咪啊？係嗱咁樣嘅，我就2004年，我哋國家領導咧，我就突然間睇電視，夜晚佢喺法國演講，我一開個電視，咦，睇下溫家寶總理咧喺演講，其中有個記者打斷佢個話柄，佢就望下佢笑下，溫總理啊，望下笑下，佢點講咧？佢話記者先生，請你俾個機會俾我繼續演説，繼續演説，好夠修養，好有風度。咁我就好細心睇，我哋中國泱泱嘅大國，溫家寶總理做得咁嘅地位，咁冇禮貌，咁斯文，咁有學問，我好有心機聽住佢。咁後來呢，佢就嚟到香港，沙士期間，我一路全部睇，睇到佢喺頭大身穿，抱住個嬰兒，非常親民。我一路睇住佢，我哋中國呢個領導咁犀利嘅，咁自己要睇下諗下自己啊，自己冇學問啊嘛。咁我後來呢一路諗等我考驗下自己。我讀咗啲尺讀古文，學咗書法，因為佢有學問啊嘛。等我相信寫一篇作品俾國家領導。我睇我啲嘢得唔得？即係你自己寫信俾溫家寶總理，無緣無故咁樣？冇㗎，寫封信俾你先。但係佢有回應喎，最緊要係喺2004年10月8號寫封信俾佢。咁咧，我就即係喺個台面嗰度，我啲仔女要翻到嚟食飯。佢話：爸爸，你寫嗰啲嘢係我而家都激嚟到我㗎。佢話：你寫俾邊個啊？我啲仔女啊，其中咧嗰個係第二女啊，第二嘅女問我，我寫俾國家領導。寫俾國家領導啊！有個嘅覆信，你就開心咯。即係咁樣講。我係啊，其實我冇覆信都唔緊要，我照寫，考驗下我自己。今日再講翻呢個古仔嘅時候啦，見到黃老師咧，心情都仲係好激動、好感觸。呢一件事喺你人生入邊好重要，係咪？係啊。點解咧？開心啊！咁咧寫咗俾佢呢，後來呢我唔記得咗啦。10月8號2004年
佢就12月20幾號，就有一位呢葉先生嚟到我屋企拍門，揾我，我就你貴姓啊？佢話我姓葉嘅，我話咩事呢？請你入嚟啦咁樣。佢話我想入嚟揾你幫我手寫個招牌，我話請入嚟啦。咁你入到嚟就同佢傾下偈啦。佢就周圍望我間屋，周圍望我間屋都幾耐下嘅。佢冇出聲啊。咁我後嚟問佢，我話葉先生，你為我啲咩事咧？唔該你講啊，咁樣。佢話同我寫個招牌啦。我話你俾啲定金啦。問我幾錢？我要佢8000蚊寫個招牌，咁貴㗎？我唔貴咯。8000蚊呢個招牌係邊一度嘅招牌啊？佢寫福建同鄉會。福建同鄉會。嗱，今日咧喺我就咁話，我話嗱寫招牌呢，我就寫啦，政治嘅我唔寫嘅，我唔識嘅。係咁樣講，佢好啊。佢話我明天帶錢嚟俾你嚟寫啦，我好啊，多謝你，咁樣啦。咁啊，後來就翻咗去啦。第二日打電話俾我，打電話就請我，佢話國家領導要見你，請你上去中聯辦咁樣，係咁樣嘅。呢個就係個故事啦。嗱，今日咧黃老師嘅作品，頭先我睇咗啦，好長嘅一幅之外咧，其實喺旁邊咧都有一幅咧書畫，我哋而家可以睇佢帶到嚟現場嗰一度嘅。喺你旁邊咧，今日帶嚟後面嘅呢一幅書畫係你幾多歲嘅時候寫㗎？89歲，有2篇，係，都係你嘅力作之一嚇。係啊，一篇咧就係增廣憲文。3840個字，係一篇係千字文，1000個字啦。睇得出咧，書法咧喺黃老師嘅生活入邊咧，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。其實每個人咧，生活中揾到自己嘅熱愛嘅興趣，揾到個重心嘅話咧，好似黃老師咁，今年幾多歲啊？90歲都仍然係咁老當益壯。今日多謝晒黃老師，多謝晒，多謝。